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個木匠叫做約瑟，佢同佢嘅妻子瑪利亞住喺拿撒勒城裏面。有一日，天使加百列出現喺瑪利亞嘅面前。你哋將要生一個 baby 嘅名叫做耶穌。知道啦。約瑟同埋瑪利亞一齊出發去到伯利恆城，呢一條好長嘅路啊！佢哋去到伯利恆城嘅時候已經好夜啦，城裏面嘅旅館都住滿晒人。呢度有冇地方？嗰邊有冇地方？點算好啊？咦，嗰邊有個馬槽嘅，不如我哋過去休息下。好啊。喺伯利恆城嘅野外，有一班嘅牧羊人看守住羊群。突然間，有天使出現喺牧羊人嘅面前。你哋唔使驚，我會話一個消息俾你哋知，今晚主耶穌出世啦！吓，主耶穌出世啦！我哋快啲去搵佢啦！小朋友，你哋睇下，東方有一粒好明亮嘅星星啊！博士入到馬槽入面，將佢帶嚟嘅禮物獻俾主耶穌，分別係有黃金、乳香同埋沒藥。大家見到瑪利亞同埋約瑟，仲有瞓喺馬槽度嘅主耶穌，都好開心啊！圓圓在馬槽